美聯樓價指數最新報126.81，按周升0.3%，連升2周。若果以3區劃分，美聯港島樓價指數最新報135.15，按周升1.75%。九龍樓價指數最新報131點，按周微跌0.02%。新界樓價指數最新報115.8，按周微升0.08%。至於美聯信心指數最新報61.5，按周升0.8%。隨住減價盤減少，信心指數再度回升，而指數連續3星期介乎喺61點至61.5徘徊，走勢窄幅上落。喺全港3區之中，減價盤比率最多嘅3個區份，分別係天水圍、荃灣、葵涌青衣。若果以單位面積劃分，減價盤比率最多嘅係實用面積約431至約752平方尺嘅單位，其次係實用面積約753至約1075平方尺嘅單位。